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类类嘅现冲嘅节目。哇，公演未到咧，大家好，你係開始咧排煙火啊，變到好無哈。不過大家要注意哦，公演未到咧，當到千歲嘅問題、交通嘅問題要特別咧注意。所以你基本當分然後在啲繞牆度類似內府分享，然後問題排除所界，順差喺度兩邊咯，大家咧分享，大家到底要注意哪個事情？今日咧分享呢邊嘅提示嘅裏邊，其實係理解警察隊嘅推總。風紀分享，歡迎。大家好，我是內湖偵查隊隊長林同基，在這裡跟大家先拜個早年，謝謝大家。歡迎隊長哈，聽你哋繞牆嘅係理解，聽解裏邊，佢係你跳分解，客家音樂、後生音樂嗬，底下度推俾你父母哦，大家咧分享佢係理解免費。大家好，我是內湖分局邱夢偉，今天很高興來到現場，跟大家分享一些過年時候應該注意的事情。哇，歡迎哈！真的，我們每次錄影的時候啊，因為訪問的來賓很多元，我們緊不緊哈邀請到隊長跟我們這個很年輕的這個我們說巡查的都亞片，我突然覺得這整個現場的氣氛好像有點比較。還蠻嚴肅的，有這樣的感覺嗎？沒有哈。不會啦，其實我們都是很和藹可親的。是，節目一開始開個小玩笑，不過很歡迎隊長跟這個夢偉來到這邊哈。我先問第一個問題哈，黑妹亞給那個警員都這麼年輕？其實現在有很多年輕的都其實對警察也是有一份憧憬，是，然後。都有一份他的理想，对，希望对国家做出一点贡献，所以他们也许很早以前就立志要当警察，是，所以现在很多高中毕业的啊，就投入到警界来工作，所以他们刚毕业到投入到警界，基本上都很年轻，都20出头，真的哈，所以我们要多鼓励哈，也谢謝你加入這樣的新血行列。不過節目一開始到大家的分享，大家有發現冇？兩張嘅地圖是有兩岸嘅呢個遠空嘅長岸咯，所以其實特別到大家嚟分享，特別嚟注意嗬，尤其係講緊前，記得今日要帶來一隻短短嘅短片，你先來看啲短片嘅內容。動作快啲！把錢交嚟！把什麼東西快點！快點！不能放棄了！这短片是队长带来的，对不对？是。这看起来好真实哦。对。可是就是要逼真，才能够引起银行业者的忧患意识。哦。而且刚刚看起来那个镜头有时候哇，还有一点点那种抖动，有没有？觉得好像是现场拍，那全部都你们自己拍。是。那你们平常又有这么多的公务繁忙啊，现在又来电视台抢饭碗吃，拍得那么好，演员也自己。都是。由我们的同仁来客串的，对呀。哦，所以有时候自己真的是远景，可是又要有时候还要客串是那个抢匪，是不是？所以现在警察的角色是很多元化的。真的，队长很幽默。不过讲到了大家会发现其实最近像因为这1个月内的抢案就2起，所以特别很快速、很有效率的拍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短片，其实就是要来告诉大家要特别注意，对不对？所以最近真的过年到了，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案子真的也让你们更忙？会不会？最近发生了2件抢案，就是新北市的阳信，还有台中的元大银行，连续发生了2件的金融机构抢案，所以警政署也非常重视，就是春节快到了，这段期间金融机构进出的金额也非常庞大，民众也有时候会提领巨款，所以我们特别录制了这一段防抢的影片。要来提醒金融机构还有民众的一些危机意识。另外我们同仁如果去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去宣导诈骗拦阻的时候，也会提醒金融机构就他们自己的安全维护措施或者摄影机的摄像问题，有没有需要再做调整改善的，来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建议。我们是希望透过一些绵密的侵入作为能够减少一些被害的风险，能够
尽量让大家过个好年，不要有抢案或者窃案的相关案件来发生。真的，然后听队长这样说，有时候就会觉得突然间都有安全感，有没有？那个安全感会提升，好像觉得哇，过年到了，其实你们反而更忙，对不对？我们是忙着办年货，可是你们去忙着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我们整个台湾每一个角落的治安，或者是预防、提醒，然后让我们觉得可以大家过个好年，对不对？不过刚才推总又公道，台家讲不光金融机构，也是有时候过年大家会领钱，包红包是一个嘛，对不对？有时候要发年终奖金嘛，对不对？今天特别让乡亲朋友来分享这个是我真的走这一集节目来讲的你们有互超服务，我现在这样讲出去好像很害羞，因为我觉得金融机构的大量的金额有，可是你们的互超服务其实是很广泛的，是，对不对？大家来不台高的地下哈，用心陪我们的地毛，其实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互超服务啊。我们看是队长或者是待会孟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对不对？可能用改互超服务知多少？我们要提一张问题，我们要如何申请互超？因为一般来讲，到底要如何申请？打电话吗？还是怎么样？来，刚帮大家解答一下，就这么简单。只要打电话或者亲自到警察机关去申请，然后随办随到。真的，所以我等一下下班我就直接到警局说，你好，我要申请互超服务就可以了。都可以。按简单，就这么简单，按简单。好，那泰嘎就会摸到。那申请资格有没有规定？譬如说你要申请的互超服务资格有没有很严格？我们来看一下，好，来资格，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答案，问一下。没有资格限制。对。你不管是公司行号、机关、学校、团体或是个人，包括你个人，只要想要来申请的都可以，所以没有资格限制。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去，只要我一个人去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太好了哈。那大家就讲说，前面两个这么的松，那申请的期限来，到底嘛该期限到台高来讲一下。申请的期限就是你随到随办，就是随时受理。你们的服务会不会太贴心了？我还以为会有什么严格的限制，这太贴心了。真的，像我们警察机关是24小时不关门的，你只要来申请，跟我们讲说你什么时候需要互超，我们就会编排互超的勤务。对，我觉得你们执行的勤务真的很广泛哈，这个感觉上我已经。港哥又穷，已经便利商店有吗？地方已经什么24小时都什么服务都有了哈，很便利了，而且还可以采预约制。有的人的互超是，比如说我某几天以后，什么时间需要警方来协助互超，所以还是可以采预约。真的哈，太棒了哈，给到一款。但大家就会问嘛，是不是要很多钱才可以？其实是没有的，没有金额就是不管大小，我们通通受理。所以10万、20万也可以。对。1000块受理，然后1000块以下也受理，也受理，只是一般1000块应该不需要互超啦，对。但是也就是说没有金额限制，对不对？所以用心朋友会讲英雄可能烟斗因为亮动都改签，这样讲不英穷，其实也走得起，都警察局来用走信强哈。还有嘛，给最后来护送的区域，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来。有关于护送的区域部分呢，原则上就是以我们分局的辖区为主。是。如果说有跨越辖区的话，我们会护送到临界的地方。然后再通知下一个分局来接替，无缝接轨。对，无缝接轨再完成交接，然后由他们继续来完成这个护送的这个动作。那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有比较广范围的跨辖区的，或者大量金额的话，尽量还是用汇款的，因为这个毕竟大辖区的话，有时候会警力比较耗费多一点。是，孟伟有亲自护送过吗？有，给多钱？我曾经有。那个护过大概新台币600万元，那这个我在现场的话，他是行员，他本身是不需，他认为他自己不需要互超，但是行员觉得这个金额比较大，所以请我们到现场。那我到现场之后，我也觉得说这金额比较大，可能需要来帮他。虽然都说不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帮他互超一下。那他是从第一个银行送到第2个银行，是银行对银行的。对，那我们就是陪同他，就是驾驶警车跟着他车后面，然后陪同他从 A 到 B 这样子。这种感觉蛮有趣的哈，因为我自己不是警察，我觉得保护钞票护送，所以你这样的感觉，那是你那时候的心情，就觉得就好好保护就对了。对，就是
不要让那个外面的人可能有小偷啊，或者是那个抢劫人在外面已经盯着了，就让他们觉得。不过讲到互抄服务哦，大家是不是哦？给保服应该签晕哦。其实现在的抢案也很多，家里遭窃的也很多，是会家里遭窃，民众都会真的就直接去报案，对不对？是不是？其实助窃的话，在所有的窃案里面算是不多的，不多。哎呀，但是窃案一旦发生的话，可能对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是最直接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会觉得我在家里不安全，随时可能有人会进来，所以助窃对民众的感受是影响最大的，我们也是特别重视的。错哈，所以乡亲朋友哈，你老大家咧分享到底好，係講呢度冇下，用呢咧注意，呢個簽約嘅保護，就係講等下佢做咗啲長期都咧分享，佢哋嘅案例本大家咧做參考，所以聊下，你等下就嚟講。上团节目有讲到啊，黑讲到波哈事件，队长有特别强调，其实是那种心理的恐惧，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待在家里会有随时有人进来，我觉得这真的很关键哦。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借由这个机会提醒你改乡亲朋友，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一点点小防御，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一个防窃盗的注意事项。这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时间很重要，对不对？好，帮大家来公布一下为什么时间特别的重要。有关于窃盗的部分，如果窃嫌，因为他本身也担心会被抓嘛。如果说窃盗得手的时间拖得越长，不容易得手的话，他就会选择放弃。是，所以我们的住家如果选择一些比较不容易破坏的门窗、锁或者是铁窗的话，延长这个窃盗的时间，那窃嫌可能会知难而退。那像我们平常一些常用的喇叭锁，这是最容易被敲开的这是最简易的，连我们自己都可以敲开。另外有关大门的部分，很多的部分它中间可能会有夹缝，那夹缝的话，那可能用一些破坏工具就很容易侵入，就把这个大门给搬开。铁窗的话，很多都是那种空心的，空心的那个白铁的，那个只要那个切割器一转，整个就锯开了，这都是比较容易失窃的，所以如何增加窃嫌得手的时间，这个可能就是取决于你家里会不会失窃的一个原因。所以锁还是要装好一点，对。好，看这个钱总得省，这个钱不能省。对，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来声响的部分，声响的部分，比如说你在家里啊，看放个收音机啊什么，让想要侵入住宅的人误以为家里有人在，对，制造一些假想，以为就是制造一些他觉得家里有人，对，以为他有声音有人，嘿，或者电视声音啊等等的音乐，对不对？他就以为家里有人在，对，他就会却步，对，因为大部分的窃嫌都是闯空门的嘛。家里有人的话，他就基本上就会放弃。千万不要离开的时候弄得家里完全没有人，安安静静用，这样不行哈。大家来考一下，其实灯光也好重要，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重要。对，其实灯光的部分不只是室内，还有室外啦，包括室外楼梯，还有那个1楼大门的公共空间的部分，尽量那个玻璃能够比较能够透光的，然后楼梯间的灯光一定要明亮，因为歹徒如果进来这边的话，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隐藏，容易暴露他的特征、穿着，甚至脸部特征的话，他会觉得这里就算我得手了，很容易就曝光。对，我的特征、我的长相，可能会被人家拍到或者看到，就容易会曝光，所以他们就会比较不喜欢选择这种住宅来下手。对，所以灯还是要开亮，有没有？不要省这个电费。莫赏锁的钱，莫赏电费哈。所以每最面到台高的讲台，这个是一个气氛的营造，是不是？来情境的营造。这也是一个情境的营造啦，就是说很多窃嫌你如果在家里的门口摆双男鞋，或者家里晒衣服的地方，摆一些男士的服装的话，制造一些假象，家里可能不是只有老弱妇孺在或者单身女子在。他可能就是认为说这个是比较
容易得手的。是啊，就算进去被发现了，可能也不会遭受激烈的反抗。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容易选择下手的目标。对，营造家里有大人在哈，而且要有男人在。对，所以像孟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像这样切到的案例可以分享？你自己比较知道的？哦，曾经侦办过一个案件。哦，他是白天他也会进去一个住宅里面偷窃，所以这么大胆。对的，他窃盗他是不分白天晚上。是。他们窃嫌其实有他们的专业在，例如说他曾经做过水电工，那可能就伪装。窃嫌有他的专业在，有没有？他很专业。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在，所以他例如他是可能是以前做过水电工，或本身他有从事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那我接到的这件案件，他是做水电工，那在白天的时候就伪装成水电工的样子，一件一件的去试这个门可不可以打开。对，那他如果发现这个门没有关好，或是他比较容易打开的门锁，就像刚刚说，必须要换好一点的门锁。那甚至有些可能民众会把钥匙放在鞋子里面、地毯底下，或者是一些怎么可以把我们秘密讲出来？我们真的都放在那种地方。你知道的地方，窃嫌都会知道。哎呀，对，可恶。对啊，好，他们就这样进入了。那如果他进去之后发现有人在，不好意思，我走错间了，他们就会开。对啊，他假一起开水天空，这是一招，这招数蛮厉害的，因为他就觉得我好像是来帮楼下住户修水电的，脏水天黑，哎呀拍谁，其实他其实是来观察的，先试探的。对，其实不止水电工啊，有的会假装成送快递的或者一些第四台的维修人员。糟糕这些等等的他们也会会去伪装啊，对，像车子也很重要。对，你现在如果开车到外面，你真的下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车上不要放一个看起来很显眼的东西，对吗？对，就是所谓的财不露白，不要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像现金啊、3C 啊，或是手机、平板等等的，就放在车上。那看得进去了，就会引起歹徒的觊觎性。本来没有想要偷，对，经过的时候看到地不毒就有一张最新的 iPhone 在里面，修地毒，觉得手就突然很想要不偷对不起自己，不偷对不起自己。所以其实讲到现在，我们要来到台高的拱就是我们还是要预防啦，我们自己要谨慎嘛，对不对？你自己要稍微你做的越好，其实就是让这样的几率就降低嘛。从毛，不过讲到两片他们你讲你讲人民保姆其实动辛苦哈，今天我们带讲护超服务，他们还有治安风水师的工作对，这个名字也取得太好了你们真的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太惊讶。台高熊我俩也嘛改的，来到台高来分享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哈。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有在这个办公室做实验哦。拨下地图上只题每项表吹改题风啊，乡亲们有看到哈，提一张选项，然后提一张 A， 好，然后 B， 然后 C， 大家猜猜看，什么地方是最危险的？让我来考试一下，来队长请回答。你觉得是答案是 A。答案是 A 是不是？好，孟伟请回答。答案是 A。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bingo， 答对了。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有人猜 C 耶。为什么？因为台大一看就是一定是橱柜嘛。我们连续剧不是都先演翻橱柜嘛，所以答案是 A。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不是，因为一般人的观念觉得贵重的东西一定要放在自己眼皮底下看得到的地方，或者手容易摸得到的地方才有安全感。是，像一些老人家甚至把一些贵的东西都放在枕头下面。所以卧室这个是最危险的地方。是，歹徒也觉得说这是最容易藏放一些贵重东西的地方，所以卧室通常是最危险的。好，那我就要来问一下了。那如果说他们想说要申请信强该治安风水师，所以他们要一样吗？跟刚才讲护超服务，他就直接到派出所是的，对。哦，真的吗？对，是。呵呵，然后你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这样让我很像想起那个人家那个节目有没有什么那个大改造有没有？所以你们进去之后，你们要做什么事？其实有点类似这个样子。对，那民众可以在一样是24小时到打电话或是到派出所我们来这边做申请。我们有那个受训专业合格的这个防窃顾问，也就是治安风水师，我们就会跟你们约一个日期，跟民众来约一个日期，然后到府上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对，好有趣，就跟抓漏一样，我们看哪里漏水，我们就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步。我现在突然发现，我们这个
警员的工作很多元，而且要受的训练很多哈。对问一下，那要付费吗？不用，对，完全免费。就是针对你的住家做一个风险的整体的评估对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意见，对，比如说不要放枕头底下，跟阿公阿婆说莫表今天我看哪边是防御能力比较脆弱的地方，给你一些改进的建议。是，吼，所以公斗俩片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其实这就是一个预防的概念，对不对？我们说到这边，我们讲到这个自然风水是家里的我们讲的都是窃嘛，对，盗窃。其实现在的诈骗还是很严重。台湾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高峰期，不过现在还是有，对不对？对，然后就是，而且也是还是你们还是会陆陆续续口头案用改诈骗的案件到派出所来报案，还是有，还是有哈。对，那我们一开始先来问一下，那请问一下哈，来，我们先问一下用心朋友黑公一起去督导诈骗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可是，一开始我要先来考试一下，请问一下诈骗的电话，反诈骗专线。你知道很多人会猜168吗？因为过年会到了，就是168。来，我们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哈。其实俩可以到嘞，大家来讲一下哈。来，1、2、3，那大家都分享一下。反诈骗专线165，请问这是不是很简单？电话拿起来就可以拨，直接按165，然后就会有人服务，对不对？好，其实公道俩片哈，我们有真的有动到改诈骗改案例，就得让你改乡亲朋友来分享。讲来起的哈，都分享案例之前，我们要怎么样学会保护自己？我的意思说，你要怎么样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反诈，是不是被诈骗了？去注意改放弃谁？一块钱你拄到改可能你都听到在想，这可能是反诈骗的时间，你一定很用改赛时间，你不用先问爸爸妈妈，其实你可以先打电话，这比较简单，对不对？165一打，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最专业的父母都俩片哈，所以其实俩系老大家咧分享的，不过吼，讲嘢袂到咧，还有当到老交通有关系东西，老大家咧分享，你等下怎讲？你聊团节目吼，来聊另外一个来宾吼，係马莎你家家咧分享机吼，你的交通垂改随中位移。大家好，我是内湖交通分队长王威宇，大家新年快乐！欢迎！你笑得这么开朗跟灿烂，你这样子你在路上执勤的时候，如果你笑那么开心，应该大家的心情都变很好哈。你笑成这样，嘿嘿，那个红单请签一下名，会这样吗？不过其实还是要看状况了，因为有些民众被开单，其实会已经很不开心了。所以不能如果看到警察嬉皮笑脸，可能会说：“你开我罚单是很开心吗？”所以我们在跟民众接触时，还是要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桥段真的可以写到剧本里面，一定很好笑，对不对？好可爱哦，对，他天生就是这么的。他的笑脸呐 ，EQ 很高，EQ 真的看得出来。不好意思，开你罚单，请签名。好，没有好。那讲到两篇呢，其实因为公园到了有特别的注意交通事项。你讲了讲交通事项之前，你上团节目讲到诈骗感问题，我们还是请队长帮我们讲一下。好，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你敢相亲朋友，对不对？来，有关于反诈骗的，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观众，第一个不要随便去听信电话的通知，要保持冷静去查证。那你可以打110或者165都有专业人员告诉你最近实际的案例。对。第二个，不要告诉个人的资料，立即查证。个人的资料包括你的金融卡的账号密码，还有你存折大概还有多少钱等等。有时候他们要代保管你的那个金钱的话，小检警要代保管的话，可能会先问看看你户头里有多少钱，你就不要老老实实的跟他讲。再来就是不依据所留的电话去查证，就报警处理，这大概就是差不多了。就是我懂，你不要说我留一个电话给你0222什么的，因为他们所留的电话就是他设的局，就是打去就是由假扮检察官、假扮警察的人接的电话，所以你打去那些人都是假扮的。所以你就很容易会信以为真，结果就会受骗上当。真的，他一会跟你讲，你要相信我哈，你的填法都可以查询，来留给你，也不要打，你就打165就好了，对，最快速，对不对？想到这个诈骗真的好生气哦，害我现在心情很生气，没有。不过提醒乡亲朋友哈，请细了解注意，因为公园道咧，按用改案件还给非常改到哈，不过公园道咧，我们大家要来注意交通哈。过年到了，交通好像特别繁忙哈，是不是？
没有，因为其实年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采买或是送年货的部分，不管是激光行号还是亲戚朋友之间，所以其实这些车流其实会多一点。那这边其实也要顺便提醒哈，就是我们台北市交通局也有分析，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年前2周，也就是昨天开始前2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下午期间2点过后，这些采买的车潮或者送礼的车潮都会明显的涌现哦，所以还是这边要提醒。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要采买东西或者是要送礼的话，建议可以使用平日早上的部分，因为下午2点开始车流其实陆陆续续就会大了。那这边也要额外提醒的，也是因为车流增加的关系，那你送礼的时候，如果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选择合法的停车空间，好，因为车多的时候哈，就是民众可能就会反映一些塞车的问题。那我们线上巡查同仁，如果看到违规，可能就会做举发。好，这个部分提醒一下送礼跟采买的民众朋友。这是警广主持人，对不对？是不是队长？好棒哦！常上警广去宣怎么导，会这么优秀？你刚刚真的讲得非常的仔细，相信所有的。他刚讲听众没有，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一定很听得很清楚。其实真的要注意，因为过年很奇怪，我自己到外面我也觉得没干嘛，怎么路上都是车。对，然后可是我想别人看到我也在问我在干嘛，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大家都要来买年货，所以当然就会变得好摸憨哈，所以要很注意。而且你刚刚讲到重点，很难停车，对，很难停车，有时候又会火气上来又乱停又拿到罚单。得不偿失，对不对哈？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个维语提醒大家的哈，大家要注意哈。我们够更多聊天，我们先赶快来跟人家讲一下，会不会还是很多人超速？现在？其实只要是深夜路段或者一些比较偏僻的道路，其实大家可能为了求快，想深夜累了想早点回去，或者是觉得没有车很安全，当然在速度的控制上面就会稍微快一些。但是这边还是要提醒，其实当你速度快的时候，不管是你的视野或者一些驾驶操作的方面，都其实是相对风险性比较高的。有时候突然一个状况出现，你可能操作反应不及，就很有可能酿成比较重大的车祸。我觉得他真的是交通队的队长，没有错，无误，很熟，很专业，真的无误。给他的管一下，超速的时候会怎么样？直接公布答案来维语。对，这个超速要特别提醒哦，不管是你被我们移动式的雷测的机器拍到，还是我们路上常看到的那个固定杆会打雷放出闪光的那种固定杆，如果你经过被闪灯了那这基本除了是罚完之外，还会有一个记点的机制那个累积太多点不管是牌照或者是驾照都有可能会被吊扣，这部分提醒一下。来问一下我们的交通队队长现在很多人还是喜欢蛇行，真的很。我是排谁都节目工，为什么一定要蛇行？我觉得好危险。还有拔除消音器，然后这样呼啸而过，这样子好像很大声我们看一下他会怎么办？来，哇，吊销驾照还会罚款，对不对？这边要提醒就是，其实我们寒假快到了，这边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尤其是大学新鲜人，可能您上了大学会购买机车，在暑假寒假会开始骑。那其实我们也会常常发现如果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消音器的拔除，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改车，或者是一些特技驾驶、蛇行或者特种危险驾驶的动作，其实都非常影响其他用路人的道路安全。那其实这个在处罚条例里面相关的法令，其实罚则是非常重的，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就是不管是改车或者是这些的年轻朋友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定安全的上路也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是不是要鼓掌一下？太客气了，真的讲得好好队长。对，我要再来继续考一下我们的交通队队长，重机怎么停？汽车停车格。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住的附近有一个公园，公园附近有非常多的停车格，然后有时候我们其实你知道现在停车格不好找，好清。给公一听也时间，你就看到那一个很大的停车格里面停了一辆重机，心中有一点点嫉妒之情。对，好修过，现在有新法改了，是不是？对，这边要特别提醒，赶快我在这个队长完美的答案之前，先公布答案一下。新法，对，先。就是我们最新实施的规定，就是现在的汽车停车格其实是可以停多部的大型重机，只要停得下，不要超出格子，就是都可以停下多部。多部吗？对，所以可以停到2部以上。可以2部以上，你只要不要超出停车格的范围。但是要提醒
停几步就是会收几份的钱。那如果一个停车格停了10台大重机，那这个格子就会收14的钱，并不会因为每一台都停啊。比如说各自付。假如我跟队长一人骑一台嘛，啊，你那一台当然要付停车费嘛，对不对？我这一台也要付啊，对，是不是这样？不是均分黑啊。对，有些人觉得均分会不会多一点比较便宜？这个很重要哦。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黑公，假设我要提醒所有改骑重机改朋友黑公，你要去停车的时候，那个格子很大，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停正中央？那这样子，如果队长你停正中央，那我就没得停了啊。你是不是可以边边？这个也要提醒嘛，队长。这算是道德劝说嘛，对不对？这其实算比较偏向道德。就第一就是，其实我知道汽车驾驶人看到停车格被大众机占了会很生气，就像刚刚提到的，我采买年货已经没有格子了，这么大的格子竟然被一个大众机浪费掉了。当然我们停的时候。就是相信很多重机朋友，这不管是在玩车或者是出去一定有很多车友了。我觉得还是发挥将心比心的想法啦，就是一个停车格，大家也会有停车的需求，那你稍微靠边停一点，或者是斜的插，尽量停多步一点。对，那这样其实每个车友或是大众机的驾驶人，其实都有比较多的格位可以选择。对啊，你就是要大家一起分享该停车格，因为都已经新法的性改法的，是让大家来讲，一家地图做的提示普益上，赶紧是大家的共下来分享，从吗？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时间过很快，感觉上。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李亚东从然在狗年没抖了，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承载这件事情，因为大白琼一起干狗年的时间，可能会读台北去到台湾啊，去到苗栗安永的地方，你就会特别关切一下我们的高承载。那台高的分享哈，其实我跟你讲到还触一抖触上，好像年30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年30还没有，但触一抖触上的时间，还是我们要请队长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先特别提醒国五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全台湾的高速公路，其实国五大家都知道是每逢假日就是最塞的时候，不管是哪个方向，其实都很塞。那其实过年期间国五也是有管制的。那初1、初3的部分主要是针对早上的部分。那在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是往南的部分。对，那南部初3过后到初6，初3到初6的时候，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的部分，就是往北从宜兰回来的方向会有高承载管制的部分。那这边额外提醒的就是，其实如果到时候届时车如果真的很多，那这些的高承载管制都有可能会做延长，所以还是要提醒，尤其是国五，因为国五是相对较塞的，最容易延长时段的。如果观众朋友有要走国五的话，在出发之前建议还是要再上国道公路局的一些网站真的要查询一下，或者是收听警广，其实都会知道这些高承载是否还在实施，以免上不了国五这样子。太棒了，对，好棒哦！我觉得我应该去主持一下警广广播电台，来好好跟乡亲们来分享一下。不过基本应该节目一开始读两篇谁让大家来分享，其实只是狗年到嘞，大家要注意嘛，该东西只跟身边的钱运钱财，然后交通会特别的注意，总会希望讲大家做得又平安又快乐，该狗年所以其实最尾到大家的分享的时候，你交通该自信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是在北市的部分，这太多了，就是提醒一下年货大街俩撇黑讲，只是要推背来排年货的时间俩特别来注意一下所以其实是像讲你该推崇让大家来分享嘅，比如你插刀啊，你倾听插位啊，是该好好来注意一下，总係希望講年節到嚟，大家做得又平安又快樂，然後交通又動順時，所以請感謝隊長來到兩篇，然後大家分享這麼親民的一個資訊，所以謝謝啊！狗年期間大家辛苦了，辛苦，謝謝。好，各位鄉親朋友，新年好嘞，早日同流。